係配水庫拆卸工程被暫停，所以呢個配水庫咧本來係要被拆嘅，係，所以我哋想講就係、其實我哋咁多位做嘅呢件事，我哋冇做到任何嘢咯，就係、我哋本來嘅生命就好似呢個配水庫咁，都係有意無意地被破碎、被拆毀，有我哋自己嘅軟弱有破碎嘅。咁呢個配水庫當年係被定死罪，話佢係冇用嘅，你要被拆毀嘅。但係當時就神動工啦，佢被保留，並且咧喺經過專家評估之後咧，喺2021年6月就評為極具高度歷史價值，列為香港1級歷史建築。所以咁多位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此時此刻，你覺得自己就好似呢個被拆毀緊嘅配水庫，人哋話你冇用啊，你被拆咗都唔可惜。但係天父上帝同佢講，你就好似佢咁，你係1級歷史建築，你係極具價值㗎，你極其寶貴。所以下一張唔該，下一張。係啦，所以唔係我哋咁多位弟兄姊妹做任何嘢，而係我哋本來就好似呢個配水庫咁樣。曾經唔清楚自己真正嘅身份，就係我哋天父寶貴嘅兒女，我哋君尊嘅祭司、屬神嘅子民、聖潔嘅國度、被揀選嘅族類。所以下一張唔該，係。所以我哋領受，所以當時我哋同小偉牧師一齊，因為小牧師係我哋呢個活動嘅屬靈遮蓋，我哋一齊提前1個星期上主教山去禱告。跟住禱告嗰陣，聖靈感動我跪低，當我跪低，我睇到地下呢個乾裂嘅嗰個地板，咁啊聖靈感動我，話俾我知其實而家香港人嘅心就好似呢個乾裂嘅地板咁樣，係好乾好渴，係唔知道真正嘅生命喺邊度，係啦。香港人賴以認為有價值嘅樓都可以一場火係燒到冇晒，自己屋企人都冇做。所以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咧就受感動，就係要嚟到呢個主教山呢度，就係要邀請聖靈嘅活水源泉係澆灌，唔單止係呢個曾經充滿水嘅配水庫，亦都要將聖靈嘅活水係湧流，透過呢個主教山湧流到深水埗嗰個石硤尾同成個香港，係湧流到每個香港人嘅心裏邊，去屬靈遮蓋，去澆灌，去祝福，同埋去滋潤香港人嘅個乾枯嘅內心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同時間天父就嚟重建我哋呢班係去獻上自己嘅人嘅生命。因為其實我哋真係臨時拉夫，我哋真係完全唔專業，亦都冇咩經驗。就喺40日之內臨時拉夫4次嘅43天4次嘅排練，咁天父都令佢成就，所以哈利路亞，我哋感謝讚美主。下一幅最尾係啦，所以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個可以用我哋做嘅事，可以用呢個經文去總結，就係我哋可以一齊讀1、2、3。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，在豐富之地使你心意滿足。你像澆灌的園子，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。那些遭遇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廢之處，你要建立拆毀累代的根基，你必稱為冇破口的和重修路徑與人居住的。以賽亞書58章11、12。好，請大家留步。我想咧，今天咧係有